起来。起来！首先是国内新闻，今天晚上6点，有一名男子爬到台院3院星光大楼，顶楼不断发出大声嘶吼，有跳楼倾向。由于正是下班时间，民众都围观，顿时造成交通瘫痪。目前警察与消防队已经到达现场，马上通过 SNG 连线带您进一步了解到现场最新的状况。起来！是的，现机有新炮台的星光大楼，附近民众表示，今天晚上5点多，发生一名男子在顶楼抬头并大声嘶吼，有跳楼的迹象。目前警察已经封锁现场并谈判。专家潜入大楼，根据本台独家消息指出，该名男子并无固定职业，并经常出现于各类的游行示威中。除了他这次跳楼的动机，不排除政治因素。起来！起来！再你看，头前遐就是咱当初识识的新公园啊。迄阵时也已经改做是228纪念公园咯。真想袂到这时代的改变就亲像你对我的欺骗，你对我的欺骗啊！唉，你袂讲迄时，那就是咱初初约会的迄暗。咱对着讲，若已经无做的彼此啊，有手抓，搁像人有变心，就会亲像留起来迄搭彼此边仔向都市的彼仔共款的时啊，真歹看咯，你敢要去咧啊？起来，你真少看，起来，我的顶啊，你讲你真爱我，但是又搁变过，你回来。起来，你真少看，起来，我的人我的顶啊，赶紧出来办法，家己家己讲法，若无我，无爱我会记阿扁啊，你当算迄年有一天泡菜。你讲你想要去总统府头前看人升旗，我也用摩托派载你去遐，结果还袂手着国歌，就去互交通咧开一条红灯。但是，咱有真欢喜，不是咧？你看这个介绍了，已经改做凯德兰大道，摩托派嘛会当徛去对面，就亲像你缀人走共款呢。记得迄天你有亲嘴讲过。讲若是要甲你结做夫妻，就爱先做头家。我以为迄是你对我的鼓励。谁知影，迄民国85年5月20号，阿贵也宣誓就职典礼，全台湾2100万人就是头家。你讲要你要倒做一个啦？起来，你真爱世界，起来，我开百花啊，叫嘛怎样了有啥有心的可怕？你害我心跳跳不起来，你不能懂我，起来，世间无咧看我，到这一直看我，跳小风起我，
是阮命，是注定。本台消息，发生在今晚3月星光大楼企图跳楼的男子，目前任意警察僵持不下。根据证据，这个是一件单纯的殉情事件，由于该名男子不能进一步的具体形状，现场也引起围观群众的鼓噪与不满。警察呼吁全体市民与流动摊贩不要再往前开地，并希望这一名男子的女友七拉能够马上赶到现场，协助警察帮助处理。七拉。什么理由我没出现啊？去了，我的老我的病人，去了，去了，去了，我已经看破你骗人的手段，依然什么是无靠错？去了，你敢有在看？去了，我的老我的病人。对你所有的情爱，最后的心肝是阮命，是注定一个。你敢有在看？一个，我的梦，对你所有的情爱，最后的心肝是阮命，是注定一个。你敢有在看？起来，我的老我的病人，对你所有的情爱，最后的心肝是阮命，是注定。起来，你敢有在看？起来，我的老我的病人，对你所有的情爱，最后的心肝。是阮命，是注定起来，你敢有在看？起来，我的老毛的病人，对你所有的情爱，最后的心肝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